各位老友，唔知你有冇諗過，究竟一世要儲幾多錢，先夠安安樂樂用到老？同埋你嘅財務自由數字又係幾多呢？唔使估下，等我用最輕鬆嘅方式同你拆解，仲有實用方法俾你參考。首先睇啲數據先，真係唔睇唔知，一睇嚇一跳。美國退休人員協會2022年調查話，60歲以上嘅長者，每10個就有4個驚自己錢唔夠用。英國政府2023年都估到，當地勞動人口有38%，即係1250萬人，儲蓄根本唔夠退休用。仲有世界經濟論壇研究過6大經濟體，話未來普通人好可能儲蓄用晒之後，仲要多活8到20年。如果唔想做到老，做到死，真係要諗下點樣增加儲蓄，為退休鋪路。講到退休同財務自由，唔少人都係靠份人工死撐，但中年之後開支真係山大，供樓、仔女讀書、屋企生活費，仲有阿爸阿媽嘅醫療費，就算人工穩定，都追唔上物價上漲速度。所以千祈唔好抱住單一收入嘅諗法，要諗下點樣搞多元收入來源先得。近年歐美興起嘅 FIRE 運動，財務獨立、提早退休就幾好，主張靠理財投資早啲達到財務自由，等自己有更多時間做想做嘅事。鴻海郭台銘都講過職涯3階段，25至45歲為錢做，45至65歲為興趣做，65歲之後為理想做。想入到後面2個階段，前提就係要財務自由，唔好一世都俾錢綁住。至於點樣搞多元收入，其實唔難，比如買下股票、債券或者 ETF， 賺啲被動收入，又或者用自己嘅專長接下散雜，搞下副業。有樓嘅老友租出去收租都得，又或者靠股息穩定收錢。重點係分散風險，搞個有合理回報嘅資產組合，唔好淨係靠份人工。講到最核心嘅，點樣算出自己嘅財務自由數字？首先你要諗清楚自己想過咩生活，住邊度，要養幾多人，投資有冇回報，通脹會影響幾多。唔少話要搏晒老命儲錢，反而要先搞清楚自己嘅財務狀況，計下未來需要幾多，咁先有心理安全感。好多人誤以為退休要儲天文數字，結果做到身心俱疲，仲好迷茫。其實退休之後開支通常會少啲，唔使無止境儲。致富心態本書就話，慳錢固然可以快啲積蓄，但如果慳到上癮，就算有錢都唔敢使，咁一世都被不安感綁住，有咩意思？所以先安定好自己個心，客觀計下夠唔夠，適當享受下，先至叫真正嘅自由。仲有個好實用嘅4%法則，美國3一學院研究出嚟嘅，如果你所有儲蓄嘅4%夠你用1年，咁就可以退休啦。反過來計，將你1年開支除以4%，就係你退休前要儲嘅錢。比如你1年使60萬，咁60萬除以4%等於1500萬，即係要儲到1500萬先得。仲有千祈唔好漏咗非常態性支出，比如仔女將來讀大學要俾學費。財務自由提早過你真正想過嘅生活，就建議每年都要檢視下目標，根據將來嘅一次性支出調整。比如估到幾年後要俾學費，唔好淨係將個數加喺賬面，
而係要計下而家要投資幾多，等個錢到時夠用，咁先至實際。老友，其實財務自由同退休唔係遙不可及，關鍵係及早規劃，找對方法。你而家有冇大概諗到自己要儲幾多？不妨試下用4%法則計計，或者留言同我傾傾下。